来看今年3月的时候，金门有钓鱼的民众跋落海里，和中国的海警船救起来，其中有1个人因为有军人的身份，到达人个压伫中国。金防部证实讲，家属已经替伊来办申请退伍，希望讲无军人的身份了后，中国方面会当赶紧甲人放回来。 我们想说可以用让他说已经不是军人的身份让他用百姓的身份看能不能早点让他回来家属希望中国赶紧把人送到回来。3月发生2个金门钓鱼的人出海失联，被中国海警船救起。姓吴钓鱼的人已经送到回来，不过姓吴因为阿兵哥的身份，到即马无下落。即马军方证实家属主动申请志愿退伍，5月册别已经有效。 不是透由家属主动申请自愿退伍，基于尊重个人及家属意愿，叶凤核定于113年5月8日临时退伍生效。他有一个家庭要养，然后小孩子跟太太也都想也能够早一点回来，就是人也求啦，心也爱求啦。 2017年嘛，捌发生伫金门做兵4党的查甫人休假出海钓鱼，渔船沉去，人互中国救倒来厦门，由金门红12会接到倒来。2023年3月，金防部2大守备队4弹的士兵离营失联，互厦门海警救起来。国防部判定逃兵，警方嘛发布通缉，不过伊到即嘛还未倒转来。对于军人钓鱼的人已经退伍有效，金防部讲会持续透过县政府单位协调，希望中国赶紧放人。如果确实能够在520之前让这位军人赶快回来的话，我觉得起码对新的赖政府应该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善意。学者分析，军人的身份互对方救起，往往会变做政治敏感事件。希望中国以海上救护互助理念，尤其是伫5·2抗战前，军人敏感的身份用退伍来解脱，等于是家求等候对方。望伫5·2抗战前，中国会当释出善意，把人送到倒来，也有助两方局势小可会当缓解。记者综合报道。